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江。世界並唔係慢慢變壞嘅，可能係喺一瞬之間。一個朝頭早，新聞播住銀行倒閉；一個晏晝，你會發覺積蓄縮水。到咗晚上，你會明白到，原來一直覺得安全嘅，其實都係可能唔穩定㗎。2008年金融海嘯，股市、樓市都係一瞬之間爆破。而我哋當時好清楚，制度唔係為咗我哋而設嘅。最殘酷嘅係，負責同代價從來都唔成對比。製造風險嘅人會得到救援，承受後果嘅人，我哋就要接受忍耐。我哋冇權力就冇資格提問，我哋冇背景就冇人同我哋交代。由嗰時開始，世界唔淨止係經濟出現咗問題，係信任出現咗問題。就係因為呢個缺口，2008年10月31號，一份得9頁嘅文件，靜靜咁樣出現咗，喺冇宣傳、冇發佈會、冇標題，而作者只係留低咗一個名：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。外人以為佢寫係技術科案，但其實佢寫嘅係俾世界嘅一封信。信裏邊冇咩情緒，好冷靜，亦都冇推理。裏邊只係問咗一個問題：當你唔再信任任何中介嘅時候，信任應該放喺邊呢？而個答案係，佢冇請求呢個世界要變好，佢只係重新設計咗一個唔需要依賴人嘅系統。呢份文件裏邊最重要嘅唔止係錢，而係一個規矩，一套新嘅規則，一套唔依賴銀行、唔需要政府、唔可以隨便更改，亦都唔可以偽造嘅規則。呢個唔止係貨幣嘅創新，而係秩序嘅重構。佢做嘅唔係帶你致富，而係可以俾我哋唔使再低頭。2009年1月3號，系統第一次運轉，創世區塊誕生咗。嗰日新聞嘅頭條係政府準備再救一次銀行。呢個唔係備註，而係常態。冇控訴嘅語氣，但係有足夠嘅尖銳。因為你哋嘅世界我唔接受，所以我選擇重寫。喺早期嘅比特幣幾乎係冇人會理，佢冇價錢、冇名氣，亦都冇掌聲，只係一班好少嘅工程師喺討論區裏面討論。由最初懷疑、不斷測試、推翻、再建立，到底中本聰做咗啲乜嘢呢？佢淨係做咗一件事，就係將個系統做啱咗。佢去修改一啲漏洞，更改一個程式，而且去解釋好多設計，用翻最基本嘅方式去維持運作。佢冇成立基金會，亦都冇建立一啲咩核心嘅權力，更加冇站喺道德高地。好多人話佢想打造個國家，其實佢只不過想離開呢個權力。更加關鍵嘅一樣嘢係，佢有意識咁樣去拒絕成為中心，因為只要有人企喺中心，中心就永遠唔會自由。2010年開始，世界開始終於注意到呢個系統。當時嘅價錢好浮動，而喺社會注意嘅人開始越嚟越多。而世界嘅媒體開始更加高度注意呢樣嘢，會係任何創始人最渴望嘅時刻，因為可以成名、有話語權，更加有歷史地位。但係佢做出咗一個反人性嘅決定，就係消失。佢亦都冇留低任何告別，冇留低任何權威嘅象徵，好似從來都冇出現過一樣。大家可能會問，到底有邊個喺影響世界之後，竟然會選擇唔俾個世界記住？而中本聰佢就可以，理由只有一個，因為只要佢喺度，個系統就會唔乾淨。真正要保護一套規則，唔係企喺上邊做監督，而係一開始就拒絕成為嗰個人。中本聰佢冇推翻任何政權，佢冇對抗銀行，亦都冇同資本開戰。佢做嘅嘢只係靜靜地拆咗中間嗰埲牆。因為以前，如果我哋想成為一個被承認嘅金融個體，我哋需要好多層嘅批准。我哋要被迫相信一個體系，係因為我哋冇得選擇。我哋嘅存在係要透過人哋嘅認同。但係呢套系統可以第一次將個主權交翻俾個個體。我哋可以自己保存個價值，掌握所有交易，亦都唔需要再同任何人低頭。呢個就係本身個資格嘅存在。我相信呢個就係制度嘅現實。而中本聰佢冇承諾個世界會公平，佢只係提出咗一條路俾我哋。當我哋如果唔願意再留喺舊個系統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行一條新嘅路。
我相信佢真正改變嘅地方唔係代替呢個世界，而係俾我哋有離開嘅權力。到咗今日，大家仍然喺度講緊佢係邊個，無論佢係咩國籍、身份同動機。但係我相信佢並唔希望我哋可以揾到佢，因為如果我哋又揾到佢，個系統又會返返落人嗰度。呢個世界有好多創作者希望俾人永遠都記得，而有啲人咁好努力去創作，就係為咗可以脫離自己。佢冇留低任何個人信息，亦都冇將權力留低。呢個唔係消失，係佢想將制度比個人更加重要。我覺得中本聰最偉大嘅地方唔只係發明咗比特幣，而係佢令到我哋可以睇到規矩係可以重新改寫。我哋並唔係生出嚟就要接受唔公平，即使好多時候我哋唔係企喺個舞台嘅中央，但係我哋都可以影響個結構嘅本身。有時候我哋唔需要得到同意，但係都可以擁有存在嘅權利。而最後我想講，佢俾到個世界啲乜嘢唔係一個答案，而係一條鎖匙。佢冇話俾我哋聽要去邊，但係打開咗道門。最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，當一個人選擇咗離開權力嘅時候，權力就會冇效噶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嘅，麻煩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因為有你哋嘅支持，對我創作嘅動力真係好重要。呢度係福利人生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